过年的拍麻雀，南投埔里有一间巧克力豆业者想到这个创意，把传统铁淘米麻雀和幼乐西洋式的甜点心相夹，做甲形成麻雀的巧克力豆，有条东慢东西南北红中发财，若形成可会当摕来食。过年真侪人拢会拍麻雀，毋过你敢有看过这款麻雀巧克力豆？为条东慢到东南西北，红中白板发财，全部拢有。这款麻雀巧克力豆是南投埔里一间做巧克力豆的业者，甲台湾人过年过节真爱伊的麻雀，当作设计概念，伫西洋的点心内底加入传统的文化做出来的。差点分不太出来，现在有点是想要吃了之外，还要再继续打，拿这个来打，觉得还蛮特别的，就是可以过年的时候边玩麻将，然后边吃麻酱巧克力。若做甲真成，是在用白巧克力豆榛果，佮加入日本茶、佮台湾有机绿茶粉的鸭，互麻雀巧克力豆食起来袂伤过甜。这种巧克力会很甜，但是它不会，它这个抹茶就是跟那个榛果，就是完全是一个绝配，非常刚好，口感也很好。大粒麻雀巧克力豆拢是手工来做的，业者按照一比一的设计甲做出来。制作这个巧克力的时候，这过程当中啊，需要费时将近5天的工作天。除了灌壳啊，还有制作里面的内馅以外，那最费工的呢，其实就是画上面的这种腕啊、锁啊，还有铜的这个花色。业者发挥创意，打造甲真的麻雀真共的麻雀巧克力豆，后面将过年拍麻雀手气旺旺旺，达到拢自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